中興大學甲清華大學的研究團隊所研發的軟體，幫助日本 H3 火箭成功來發射。日本 H3 運載火箭6號成功升空，這是中興大學甲清華大學等大立13個產學研究單位合作的成果。我們這次的計劃目的就是透過我們這個非常敏銳的立方的衛星，然後去拍攝，然後去分析說宇宙的微弱的光到底是從哪裡來的。這是台灣學界參與國際太空科學任務的重要記錄。火箭內底條件有機會解開宇宙演化謎題，因為它會有非常大的視野。所以他會對那個 background line 非常精準的觀測。我是一個大學生，然後其實我相關的背景知識很少，然後包括物理的知識也比較少，所以其實在這整個裡面都有非常多的挑戰，非常創新的研究。那明年後年的就比較像是太空天氣對人體、太空人的影響這樣子。未來一年在可見光譜端做全球相關精度的宇宙背景輻射觀測，大立作為推動的火箭任務，和外界是正期待。